另外，要掠色情的网站创意书房，即马阁有新的发展。这是警方去查到买卖色情影片的有116个人，内底有老师、有警察，阁有科技业的员工。嘛，发现有一个姓黄的嫌犯，赚到的钱因为分袂平，尾伊退出了后，归去家己出来经营，用同款的手法咧赚钱，有要到100个查某囡仔受害。警方约谈已经超过330人。几落个查甫人被拘提，刑警伫咧两边介护。警方两波行动总共掠到116人，拢是涉及非法的色情论坛，甲创意书房有关系。上游的干部有处理不法金流，还有制作浮水印的助理。那创意私房的中游则是卖家，这些卖家用诱骗或者是偷拍的方式来制造儿少性影像，其中下游的买家也是犯罪行为。被掠到的200人，每个人有105人，自老师、警察、公务员拢有，尤其是做科技业的占大多数。另外，这边每个人涉嫌诱骗或者是偷翕离校性影像，也有8个人被掠。有认罪吗？当初会发生创意书房案件，就是自艺人黄子佼被控涉嫌持有未成年性影像开始，专案就一直扩大，卫生部也甲论坛封网。但是警方调查发现，主嫌犯加助理3个人负责校房业务，因朴水印。虽然被封网了，依然是继续营业，经手的不法金流超过2000万。关键的幕后首脑，也就是站长老马，是藏伫咧境外，也未抓到。警方这边对查创意书房案件，又阁查到案外案，有一个姓黄的主嫌犯，因为对利益分配不满，退出论坛家己做，自 SCP 群组出发，也就是进行定行社会代办N号房事件，锁定未成年的少女，讲翕相有钱通赚，骗因翕一寡性私密的影像，有86个人受害。群组被查到了，今年初伊阁伫咧Telegram设新的群组 OAT， 用类似手法犯案。在17个县市，我们出动了600人次的警力，总共有320位这个影片的买家到案。设这个新群组的嫌犯，就是最近伫咧新北市邦桥自楼顶下来姓林的男子。警方这边的搜查行动，自每个人到管理者，查到超过330人。非法的论坛虽然被抓到，不过各种群组也是四界伫咧传信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